聽講總價170萬咧就可以買到半山別墅啦，而且帶埋精裝修嘅，距離港珠澳大橋口岸咧只需要半個鐘頭嘅時間。感謝大家關注 Louis， 你身邊一個有溫度嘅經紀人。跟住我嘅鏡頭一齊嚟了解下呢個半山別墅，總價先170萬起，有咁嘅環境，要配套有配套，30分鐘內可以到達珠海市區、港珠澳大橋口岸、拱北口岸同埋中山嘅城區，咁樣位置，咁樣嘅價錢，仲要包埋精裝修，非常之抵玩。大家嚟睇下我哋呢個天台花園咧，就有幾十個平方啦，非常之闊綽嘅空間，而且呢邊仲幫大家做咗一個陽光花房嘅。呢個陽光花房咧，亦都有幾十個平方，有2間房咁大嘅。呢度就係我哋嘅天台花園。而家我哋落樓下睇下天台花園落嚟咧，就到我哋嘅主人房啦。但有獨立洗手間啦，同埋獨立嘅露台啦，空間係非常之闊綽嘅，30平方足夠用噶啦。咁我哋樓盤附近咧，生活配套咧係非常之完善嘅，有麥當勞啦，有酒樓啦，有酒店啦，有市場啦，有學校啦，所有配套都有，環境係非常之舒適啦。大家都知道呢度半山別墅啊嘛，所以我哋咧度假啦、養老啦都係非常之合適嘅。我哋2樓呢邊咧，總共咧有3間房噶啦。咁我哋呢邊揸車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咧，只需要半個鐘時間。到我哋嘅中山市區同埋珠海嘅市區咧，亦都係只需要20分鐘，非常之方便嘅。總價100零萬可以買到呢個帶晒全精裝修嘅別墅。我哋再翻去大廳睇下。嚟翻到我哋餐客廳位置咧，餐廳擺咗張大圓台啦，客廳咧就更加唔使講啦。大家睇到我呢度展開嘅位置非常之闊綽，足以有5米咁闊嘅。出嚟咧仲帶一個露台啦，望翻出去咧，我哋嘅樓間距咧係非常之闊嘅，所以環境係非常之舒適嘅，亦都望到我哋嘅半山啦。咁我哋半山都設計有我哋呢個登山嘅跑道啦，大家可以行下山得閒。呢邊咧有我哋嘅開放式嘅廚房啦。咁我哋周圍咧，所有嘅生活配套都係非常之齊全嘅啦。100零萬可以買到我哋嘅精裝修別墅，你所見即所得啊，非常之靚嘅。咁呢度仲有個入門玄關啦，可以整翻2排鞋櫃喺度，都係非常實用嘅。咁呢個別墅咧，就同大家了解到呢度，有興趣嘅留言。